我们政府做事情要超前部署，是我们前半段喊得很棒，做得很好，我很肯定。现在要超前部署，如果等通知啊，抱歉，我真的没办法如期如量来给你们供货，那个时候才见招拆招吗？有没有超前部署？如果没有怎么办？陈部长你也说过，国产疫苗可以衔接得上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因为照着这样的一个时程，那国产疫苗大概陆陆续续6、7月就会完成EUA。好，当然这指的一切都顺利的情况。你现在指的一切顺利是2、3期压缩同步实施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就是又增加一个风险。我想，如果抱歉，如果是国产的都做得到，我们何必怕 AZ 会不会延大？所以这个我请给一个明确的答案，让国人放心，而不要似是而非。这个出一个招，我就说如果没有，我们国产疫苗也衔接得上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这是国安问题。跟委员报告，其实我们都一直有这样的准备。早跟 AG， 那后来跟 BNT 谈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同时间跟 Moderna 谈。所以后来在 AG 就有延宕之后，那 Moderna 我们也很快就达成共识。我要提醒院长，所以这个缺口已经补上来了。这些可能的变数是早就应该预判，因为全世界都在抢，做生意的人都懂，我们不做生意我都了解，这种变数始终存在，未来还会存在。你有没有应变计划？我要问这件事有没有应变计划？如果来不及，如果来不了怎么办？再问一个经济问题。世界各国都陆续解封，我们怎么跟得上？如何跟得上？那这个是不是只有疫情的问题哦？经济、外交、政治，大家都开放，我们开放不了，或者我们还限制别人的入境。请问整个经济如何复苏？这些都请纳入考量。会。那么以现在的情况，应该是说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呐？这上半场是这样，我不认同这句话，太自信了。怎么样施打的效率能够？我去年12月咨询院长，特别提过一个观念，请你要注意。当我们的内阁政府官员太过自信，对国家来讲是个危机。你说各国都要看我们，这句话会有历史的记录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